香港居民在中國大陸工作是否需要繳稅，取決於其在大陸的居住時間和收入來源。具體規定如下：一、稅務居民身份判定。根據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法，在大陸居住滿183天，視為稅務居民，須就全球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；居住不滿183天，視為非稅務居民，僅就大陸境內所得繳稅。二、不同情況的繳稅規則。情況一，一個納稅年度內居住少於等於183天，境內所得須繳納個稅，如工資、勞務報酬等；境外所得無需向大陸申報，如香港的租金、股息等。稅率適用非居民稅率3%到45%的累進稅率，無基本減除費用，每月5000元。情況二，居住183天但不滿6年，境內所得全額繳稅，境外所得僅就境內支付的部分繳稅，境外支付部分免稅。稅率適用居民綜合稅率3%到45%，可享每月5000元基本減除及專項附加扣除。情況三，居住滿6年，全球所得境內加境外均需繳稅，與大陸居民相同。三、稅收協定優惠。根據內地和香港稅收安排，避免雙重徵稅。若香港居民在大陸工作，且符合以下條件：工資薪金免稅，1年內在大陸停留少於等於183天，報酬由香港僱主支付，報酬不由大陸常設機構負擔。若不符合上述條件，仍須按大陸稅法繳稅，但已在香港繳納的稅款可申請抵免。